企業將業務外判，或者可以減低成本，增加靈活性。但如果人類將大腦嘅思維過程外判俾 AI 人工智能處理，咁會唔會令大腦變得更加聰明，定係反而令大腦出現退化？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 Mice Talk。喺過去2年啦，各種嘅生成 AI 平台，好似係 ChatGPT 或者 Gemini 呢類啦聊天機械人，唔知大家每日花幾多時間使用呢？如果過度使用甚至係依賴嘅話咧，有機會影響身體健康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喺今年6月啦就刊登咗一篇關於長期依賴 AI 寫作會令大腦嘅認知功能受損嘅研究報告。今次揾咗54位年齡介乎18至39歲嘅參加者參與，佢哋全部都係嚟自波士頓同埋周邊城市5間大學嘅學生同埋教學研究人員。個研究要求佢哋喺測試期間帶上腦電波裝置，即時記錄佢哋嘅腦部活動。佢哋要喺4個月內分批完成寫作多篇依照 SAT 即係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嘅論文。呢54名嘅參加者分別分咗3組。咁第一組就係 ChatGPT 組，咁我哋全程會用 ChatGPT 輔助寫作。而第二組就係 Google 搜尋器組，咁佢哋會用搜尋器 Google 嚟幫助寫作。而第三組就係全大腦組，咁佢係完全唔會使用任何工具㗎，只係靠自己嘅記憶同埋思考寫作。結果係點呢？頭3輪嘅研究結果顯示ChatGPT 組嘅參加者佢哋嘅大腦活動程度、神經同埋語言方面整體表現評分係最低。透過腦電波圖睇到呢組參與者佢哋嘅大腦嘅神經活動同埋連接性係較低㗎。使用 AI 輔助越多，大腦網絡例如係記憶力啦、專注力同埋係執行功能嘅神經網絡參與程度就會越低。咁而純大腦組嘅參與者佢哋嘅大腦活躍度係最高㗎。腦神經網絡嘅聯繫連接亦都係最廣泛。咁佢哋有最多嘅原創性嘅想法，同埋對自己嘅作品嘅滿意度都係較高嘅。而 Google 搜尋器組嘅參加者佢哋嘅認知投入程度就係屬於中等。研究顯示ChatGPT 組嘅參加者習慣重複使用AI 所生成嘅內容，咁傾向較多copy and paste， 而缺乏得獨立嘅構思。咁佢哋當中有83%嘅參加者就話佢哋唔記得喺幾分鐘之前佢哋透過 AI 幫手所寫嘅文章內容同埋句子。咁而相比之下大腦組只有1/1嘅參加者出現類似嘅情況。MIT 嘅研究人員就認為長期依賴 AI 嚟幫手寫作會導致人類嘅認知能力出現退化。咁佢哋就話呢個情況叫做認知債務。大腦本身有自我修復同埋重建組織嘅能力。呢個能力叫做大腦神經可塑性。例如一啲中風患者佢哋嘅大腦神經元可以重新建立連接，透過復康治療，例如係物理或者係職業治療，可以刺激大腦，促進新嘅連結，從而幫助佢哋恢復活動、語言能力同埋係其他受損嘅功能。如果人類過度使用 AI 嚟取替複雜嘅思考過程咁負責呢啲功能嘅神經連結就會缺乏刺激，而變得越嚟越弱啦。咁換言之即係話人類為咗眼前短暫方便同埋利益，而犧牲咗未來長期認知或者係思考能力嘅代價。咁係咪以後都唔好用 AI 輔助寫作呢？MIT 喺第4輪嘅測試就俾咗另一個答案我哋啦。今次嘅測試就調翻轉，部分大腦組嘅參加者喺冇用任何工具嘅情況下，咁就重寫翻之前一篇嘅文章。咁完成之後再用 ChatGPT 進行修飾同埋編輯。咁結果顯示佢哋大腦嘅神經網絡係變得更加活躍。而部分 ChatGPT 組嘅參加者佢哋喺完全冇任何工具下重寫翻文章，咁發現佢哋幾乎係完全唔記得自己寫過啲咩嘅內容。佢哋大腦神經連接比較弱，咁 alpha 同埋 beta 電波嘅網絡參與度亦都係較低。
嗱，其實用 AI 咧揾資料真係好方便㗎。嗱，不過咧呢一種吸收資訊嘅即食方式啦，因為唔使投入大量嘅時間同埋精力去思考同埋搜尋，咁咧即使好快咁揾到資料，都未必可以入到腦。嗱，如果樣樣都假手於人，全程外判俾 AI 處理嘅話咧，咁恐怕啦就會削弱咗大腦嘅記憶力同埋思考力啦。嗱，與其咧俾佢哋主導，不如我哋自己先主導，將 AI 咧變成人類嘅助手，將我哋完成咗嘅工作啦，俾佢哋去做一個修飾或者係輔助嘅角色。嗱，咁有智慧咁使用啦，相信可以啦喺未來改善人類嘅生活質素。好啦，今集先講到嚟呢度，咁咧歡迎大家可以撳 comment 啦，可以 comment，可以撳 like，可以 share，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